各位，有一个法师啊，法师，他苦心孤诣的，非常用心的栽培了他自己手下的一个弟子，一表人才，受很好的教育，他想要让他出人头天了，结果他一直栽培他，一直栽培他，后来好不容易送到美国留学啊，美国留学拿到硕士，那么又到另外一州呢拿到博士，哇，光宗耀祖吧，对寺庙来讲呢，就很大很大的一个好的名声呢。结果这个弟子呢，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回来啦，回到道场，他就问师父了：“师父，我已经拿到博士了，你看我还要学习什么？我还要学习什么？”他觉得说：“我已经博士了，还要学什么呢？”结果他的师父当下就给他回答：“你要学习做人，做人是一辈子的，做人是一辈，永远学不完的。”他一听啊，我有学问，但是我还没有学做人呢。做人的重点在哪里呀？学习做人的重点在哪里？第一，我们要学习认错，有的死不认错，错了就错了，你错了，你能够承认改过，你的灵魂才不会肮脏嘛，才不会污染嘛，各位对不对？干净的灵魂才能够到干净的地点，所以各位要学习认错。你做的不对，我们人不是圣人，圣人也会做错，何况我们是凡夫众生，做错了这是难免的。但是只要认错，知道不对我就改，各位这就是大丈夫，要学习认错。第二，我们学习柔和，做什么事情要很温柔、和蔼可亲，各位对不对？不要凶巴巴的。各位像阿修罗一样，哎呦那个脸呢太难看了。一愤怒的时候，一气愤的时候，那个脸呢就歪七八扭的这样，很美素颜这样，眼睛大眼瞪小眼的这样，太难看了。各位，可能这些人都是阿修罗来转世的。我们一定要柔和嘛，要温柔，要和蔼可亲，带着一种善言。非常良善的这种脸庞，这种脸庞，人家看了以后非常觉得舒服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人要柔和，学习柔和，学习要和蔼，非常的和和气气的，对不对？要学习。第三，我们要学习忍耐，要不要学习忍耐？什么事情都要怎么样啊？各位，退后一步，海阔天空嘛。学习，我们只要忍耐的时候。大事能够化小事，小事就化成没事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学习忍耐，你能够忍下来，你可以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能够处理事情的能力。所以要有学习忍耐，只要你有忍耐，各位脾气不会暴躁，在冷静当中，我们的智慧才会增长。所以各位要学习忍耐。第四，我们学习沟通，要不要学习沟通啊？人际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，你要把事情做得顺顺利利的非常圆圆满满的，非常的成功顺利。各位，你要学习沟通啊。往往人很多误会是怎么来？不了解嘛，不清楚你的动机嘛，不清楚，所以往往呢就有一点隔阂，彼此之间呢就怀疑，这样的事情就难以进行。所以我们不断的沟通。夫妻要沟通，父子母子之间也要沟通，朋友之间要沟通，同事之间要沟通，各个科室官员一定要不断的沟通，这样我们呢这个国家的幸福进步才会不断的提升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断的沟通，学习沟通。第五，要学习放下，学习放下很重要，学习放下。人呢总难免呢，有一天一定会离开的，一定离开的。我们千万不要把人家对不起我的，或者是处理事情不顺利的，或者哪一个人你看了不顺眼起了烦恼的这些事情，各位，你一定要学习把它放下来，要看破，要放下。
能提得起，放得下，提得起，提得起。放得下才是真功夫，你放不下，永远那个心里面就是一个包袱嘛，又是一个负担嘛。你看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，你看多难过啊，身体给搞垮了。对不起父母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放下，一放下，身心就自在了，身心就自在。各位，毫无挂碍、无牵无挂的日子过得有没有幸福啊？很幸福，所以一定要学习放下。世间都是假象，何必要结怨结仇呢？没有必要。我们来这个世间已经很苦了，如果再放不下，那就苦上加苦啊，就苦上加苦。所以我们学习放下。第六，要学习感动，要不要学习感动啊？很感动，看到别人很孝顺，好感动哦！这个人怎么这么了不起？这个人愿意啊，如果人家有灾难、有痛苦的时候、有不幸的时候，他就伸以援手，主动热情的来帮助他、协助他解决问题。各位，我们都看得很感动，很感动。这个人默默的在付出，从来不宣扬，不宣扬，就这样一直在做。哎呀，太感动了！这个人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！一个人能学习感动，因为你向他学习，为别人所感动，我们的内心呢？各位，你这个内心的爱心，你那种要自利利他的那样一个动机啊，那样一个修养，就慢慢上升，慢慢上升。以后你的菩提心，你的慈悲的种子就越种越深，越种越深。这从哪里来？感动来。看到别人有好的行为，他讲话讲得特别好，各位，人家好的品性，对父母孝顺啊，对朋友讲话有守信用啊，就遵守这种三纲五常啊，这种你看做人的基本道德、仁义道德都非常的好这个人不会邪恶，我们一看感动。太感动，这值得我们交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学习感动，感动为了事情感动，我们自己的心就柔软，就会善良，就跟菩萨的心越来越接近，跟佛的心也越来越靠近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学习感动。第七，学习生存，要不要学习生存？怎么生存？各位，你要生存下去，你的身体要不要健康？你一定要健康，你才能生存啊！你要健康，你就要运动嘛，各位，对不对？你有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弘法利生，才能修行证悟啊，才能证道。所以，所有万事万物，首先健康才是最大的宝贝。所以你要健康，健康就要学习生存。你能生存，就是要把身体照顾好，不要让父母操心啊，让你的兄弟姊妹呢为你烦恼啊。我们要学习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就叫学习生存。就学习生存。第八，要学习念佛，要不要啊？念佛很重要，因为只有我们念佛，很多人呢，你叫他你念一句，你念一句，他不愿意念，为什么？缘没有到，缘没有到，他就是不愿意念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他不知道原来这句名号这么殊胜，功德这么伟大，他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学习，这一辈子当中，只有我们念佛来靠佛，念佛最后有能够佛来救度我们，佛来救度我，一念佛，佛就救度你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让这个这么千载难逢的好的机会不要错失，不要让它溜走。我们只要一念佛以后有将来了，你的道路是非常光明一片呐，光明一片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念佛。一个人只要懂得念佛，在世顺顺利利，往生又能够圆圆满满。你看，我们要学习，在做人的过程当中，要不要学习这些东西啊？要不要啊？哎呀，他那个博士，你看出家人拿到博士，他自以为自己就了不起了我要学习什么啊？他的师父简单非常明白的，直接就把它点拨了，点拨你，告诉你，学习做人，学习做人，学习做人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做人永远都一辈子学不完的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项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针对学习做人的这个道理呢，互相勉励，互相勉励。好，我们互相来成长。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